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G7实施会议了后，用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中国王毅也甲布林肯强调，美国袂当介入台湾议题。2023的代表之经过票选了后的第一名就是款。这主办单位认为，讲这欠工、欠电、欠能，拢反映着民众心声。香港有警法团队利用 AI 技术发展出会当看手势来变换色水的 AI 布料，通减少民众对衫裤的浪费。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领袖初六举行视讯会议，讨论到俄乌战争、加沙危机，也讲到台海议题。会后用声明表示 ，G7 领袖是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伫咧同一天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电话。根据到中国的报道，这王毅是搁再向布林肯强调中国伫台湾问题立场。咱的外交部也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才有权力决定台湾的未来。美国白宫伫社群平台抛出，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加七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领袖最大举行视讯会议的相片，会中讨论俄乌战争、加沙危机，也讲到印太局势加台海议题。会后声明指出 ，G7 已经准备好甲中国建立建设性加稳定的关系，但是也正关心中国伫南海的军事行动，反对任何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并且重申台海的和平稳定正重要，对国际社会安全甲繁荣是袂欠的。白宫也希望国会赶紧通过1060亿美金的国安保障预算，其中74亿是要提供予台湾甲印太地区。We're in a competition which we don't shy away from with China, in part to shape what comes next. There are resources in the supplemental to help make sure we're the ones doing that. 布林肯一再向国会发会，验过法案一直卡条会。布林肯随后也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美国讲单位重点放伫咧中东的局势，并且以11个拜习会为基础，强调继续伫咧推展关键议题的重要性，并无讲到台湾。验过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王毅向布林肯强调，中国伫咧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要求美国袂当干涉中国的内政，袂当支持纵容台独势力。I certainly won't speak for Secretary Blinken in his phone call. I think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if China can be helpful here in terms of Israel's fight against Hamas, we would certainly welcome a discussion about. 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常年的两岸现状。唯有2300万的台湾人民才有权利决定台湾的未来。咱外交部回应，政府的两岸政治立场正清楚，就是维持现状。因为咱甲美国有良好的互信、密切的联系，美国也正清楚咱国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黄国昌，也针对着副总统赖清德闹厝涉嫌违建，是搁再提出资料指控。这期这厝是新起的，毋是征收。也讲赖清德伫咧做立委期间无老实申报财产。不过赖清德办公室表示，伫遐矿区遮的厝体拢是合法的，而且税金该纳拢有纳，也尊重新北市政府依法核定的程序。民众党部分区立委提名人黄国昌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旧厝违建，摕相片前后比对，提出4大疑点，包括赖的旧厝毋是翻修，是新起的。当时赖清德是立委，台北县长是苏贞昌，而且伊毋捌老实申报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嘛毋捌缴纳房屋税有20年。这一栋建物其实根本不是所谓以前的老家翻修。而是从2003年到2004年才新建完成的2层建物。这栋房屋从新建完成到现在，从来没有缴纳过房屋税。
他们逃税已经长达了20年。对这件代志，赖清德竞办因讲，不是违建，嘛无切占国土，是真济伫炭坑啊合法的方式，强调该交的税拢有交，嘛一定尊重新北市政府依法核定的程序。赖副总统的万里老家一直被蓝白两党以错误的讯息误导社会，这不是都市违建，也没有窃占国土，而是矿区合法存在的房舍。公务局于今年9月前往勘查，经过比对之后，认定属于98年6月25日之前的寄存违建，并且依规定拍照列管建档。新北市政府对于寄存违建秉持一贯的处理原则，都是依法行政。新北市干部局是回应赖副总统旧厝的地址是古早就有的违建，这是事实。依照规定有翕相建档列管，无另外寄发认定通知书。记者综合报道。网络顶头在咧流传有人伫卖国内政治机关的监听资料，监听的对象呢包含这党政头人，抑个外国的这个驻台军官。针对这部分，内政部长林右昌表示，这拢是认知作战，也那这是3分真7分假。目前当然是大选期间，任何的信息人民拢爱认真思考过。也那刑事局是表示讲，应该是乱编的资料，目前无资料泄露情形。法务部也驳回讲，逐摆选举期间。有人伫咧散播这款的假消息，也鼓励民众提出证据检举，有2000万的警官势力查获奖金。网络伫流传暗网伫咧卖好亲像政治机关监控政治等相关人物的资料，就连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都有。内政部长林右昌是讲，认知作战3分真7分假，这个案最高检察署已经伫咧侦办，即马拄好是大选期间，什么消息所有人拢应该谨慎辨认。我们第一时间一查证一下就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采取法律行动。这是不是代表治安有漏判例？林右昌认为认知作战唔对假的消息，甲治安无一定是同款的。刑事局是讲应该是骗造的资料，资料无外泄的情形。法务部嘛讲，大概选举期间拢有人散布类似的假消息，鼓励个人有证据积极检举，查到一旦得到2000万境外势力查获奖金。这很明显就是假的，而且每次到选举时间都弄出来，很显然就是想去操控。我说有发现有积极的这些基证啊，来检举，因而查获的话，可以得到2000万的这个境外势力介入的这个奖金。那因为这里面这个资料啦，有一些是简体字，也有将纪元的西元纪元的一些年份，所以这份资料应该是一个变造的一个资料，我们资料并没有外泄的情形。不过，南亚立委是这个伫还未前一项查证进程，烦恼刑事局想有把握，另也是批评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刑事局会不会话说得太早啊？我倒是觉得查完以后再说，既不负责任，也没有真正的说明原委。假讯息呢然后呢，在特定的时机就在大选前接近的时机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散播那所谓的认知上的一个作战最高检察署是讲，这个消息是境外势力对咱国的认知作战，已经执行台北地检署展开侦办，对查幕后主导者会赶紧查清楚事实，呼吁个人唔通去互人误导甲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明阳科技公司9月底发生火灾，造成1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迄当时有答应讲留落来员工就发薪水到今年底，不过公司却伫咧11月中提出要甲大批员工洗头路的计划，要资遣254个人。就员工伫咧怨叹讲，一声特别过年才甲人抬头，一声是领无年尾奖金嘛。环保局人员采取透早来到民用客闸清理现场，9月发生爆炸导火事故的屏东民用科技，迄当时答应留落来员工发薪水到年底，不过伫11月中已经提出大量改革计划，明年3月22日进前会资遣254人，目前已经有204人接受资遣。我自己是选择要自己离职的，因为我觉得说，就是对我来说的话，目前给予的薪水是不足以支撑我现在的经济情况。三峡园区管理局表示，民用大火进前，本国就劳工有554人，移工105人，移工多数已经离境，还是转出境。提大量改革的时，只剩382名本国籍员工。护工地区不平造成人心浮动，民用表示，事前有调查就任意愿有员工怨叹，特别过年民用刷大量资遣，也发年终，有员工表示尊重。公司有公司的考量，那我们完全尊重公司啦，提供一个优于劳基法的一个补偿。那包含就是说，每一位员工我们都开立了非自愿离职证明，
那也提供了这个资遣费。那不管他在什么时间点离开，公司都是把它计算到12月底的薪资。早起手棚内寥寥会当看到机库咧清理现场，民风大火毋但是公安事故，也烧出消防电力不足问题。为此，消防局务必增设第3分队。政策第3分队有提报县府5个方案，来去做评估嘛。这个基层就要看土地的问题，看选择哪一个土地。消防局表示，除了增加分队，也向官府提出增加人员方案，目前等咧审慎评估，希望会当补足欠的人力。记者综合报道。有6名查甫嫌犯对2021年开始就伫咧网络顶头锁定未成年少女，甲因拐讲翕相就会当趁钱，说是甲因翕一寡赤身裸体相片放伫网络顶头卖，这3个月乌心钱就赚800多万，计共有86位少女受害。台中地检署依照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名，甲这6个人起诉，要求法院判刑5年到30年不等。台中地检署侦办台北恩和房案件，4单4判定6个查甫人涉嫌做伙行翕相就当趁钱等名义，诱骗未成年的少女翕不雅的相片，搁再放在网络顶卖，有86位少女受害。检方依照违反儿童加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涉嫌犯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名起诉6个人，求处5到30年。于今日向法院提起公诉，并请法院审酌被告6人恶性重大。对社会秩序及人性尊严危害严重，从重2处有期徒刑30年至5年不等。嫌犯自2021年开始，伫咧网络顶锁定未成年少女，用诈骗恐吓的方式要求少女翕不雅的影像，搁再用通讯软体 Telegram 伫社群顶收费互人下载，或者是伫网络顶卖。3个月不法所得就差不多800万，为着要阻止性影像散布的乱象。今年1月，立法院修正关于防治性暴力的刑法部分条文，其中部经过同意之下翕性影像，而且有散布的行为，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意图刑离散布会当加重其刑到2分之一。并且若真正被翕性影像，会当安尼做。初步搜证自己遇到的情形，歹徒的账号啊，或是对话记录什么的都不要删掉，也不要封锁歹徒，这样我们警方才比较有机会抓到犯嫌，也有可能让犯嫌还没流出之前就赶快抓到他。台北市妇幼队提醒民众，无分年纪，拢有可能拄到网络诈骗，才会注意保护家己的个资，各方面加查证，唔通随便听网友的指示就翕相录影。若是真正拄到互人骗翕不雅的影像，要赶紧找人斗3工，由警方介入处理。阻止这款不雅的影片被上传到网络散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经发局3年前伫前市长韩国瑜任内举办进行购物嘉年华活动，消费发票会当去登记，通好抽现金抵用券。就一对母仔囝呢，登记2100条假发票资料，因也去抽到这3万块抵用券，也已经摕去用啊。特别市政府发现讲这是假发票，请检调介入。警方也发现讲这对母仔囝甲其他公司骗4条的船招破链，目前法院依照伪造文书等罪嫌。判刑5个月到1年4个月不等。2020年6月，担任高雄市长的韩国瑜提出进行购物嘉年华活动，头一步得奖者。这个活动为6月初1到8月底，将网络订了伫高雄消费满500块的发票号码，都抽奖的资格，上最当得到1万块的现金抵用券。不过有一对母仔囝伫活动期间订了2099笔假发票了后，抽到3万块的现金抵用券，结果以变做的假发票兑换成功。被告2人在本院审理中虽然均否认犯罪，然法官审理后认为，依照被告参加抽奖所留的个资以及其他证据，可以认定被告有犯上开犯行。虽然后生法院订了发票参加市政府的活动，妈妈讲发票是扣来，不过地法院表示，证据显示抽奖活动的小号是后生注册订了的，2个人否认犯罪讲法，无予法官采信，分别判处1年4个月甲5个月有期徒刑。抽奖规则与机制进行调整，
才有第三方公证单位见证，有效杜绝伪造行为。检察局表示，当时抽奖流程是民众订了发票了后，再去翕实体发票的相片传到系统。领奖的时阵嘛，爱原发票摕来查核，防止假造。啊，毋过好亲像变做了后的发票，第一时间无法度判断，才会互人换走抵用权。未来若是有类似的活动，无排除会阁增加这2个验证流程，阁搭配第三方公证单位来协助防止假造。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就特别结束啊！台湾2023代表这个大选的票选结果，伫今日公布，就是欠缺的缺之字摕到第1关票数，第2名就是批蛋的蛋之字。不管是缺电、缺水或者缺蛋、缺口，以前缺口罩这些的问题，我觉得在年底揭晓这个字，就代表说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新的一年。我们怎么去如何去转变我们的人生，然后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已经有16年的台湾年度代表之票选活动，今年的代表之就是欠缺的缺。主办单位表示，讲这反映民众伫今年呢上界关心的，就是欠工、欠水、欠电的议题。特别关注的是蛋这字第2高票，也呼吁到今年欠2个议题。讲到这个野球锦标赛，明仔载开始呢，这超级循环赛4强比赛拢伫咧台北的大巨蛋举行。也中昼先卖明仔载甲后一个4张门票，有台湾队的总共有17000张，这内也是1000块，外也是800。不过明仔载对战日本的比赛1万年啊就袂了咯。落尾也决定讲，初10的决赛会开这内野第2延，增加4700个位，到时阵大概有22000人会当入场。台湾、韩国、日本、菲律宾棒球亚锦赛4强出列，初8开始超级循环赛，中华队场次比较开幕战1.7万座位，内野票价1000，外野800，非中华队场次无开放外野，内野全票600。1000也可以啊，因为我觉得还蛮难得的。中华队3战全胜，下组第1位台中洲际登到开幕战的台北大巨蛋头一波卡优先买票，每场限量3000张，初7早起10点开始卖，初8台2战、初9台会战全拢卖了了，剩14000张门票，12点开始卖，台2赛无到3分钟卖完，对菲律宾只剩蓝山的位置。会在电视上看，对，买不到票。因为开幕战话17000人拥入，未少球迷一定唔茫加开座位。远向巨蛋公司较近，决赛日加开内野第2站话4700个座位，有计会当入场话22000人。另外，卖票资讯会等初9循环赛结束公告。这几天我们就经过一些区域的盘整啊，那一些动线我们也必须要让它能够顺畅演练。那重要是一些每个区有不同的设施，也都必须要做确保啊。我们当然高兴，远雄哥是否能够同意，必须要增加一些场务人员啊，包括进场秩序，然后散场的秩序。远雄表示，大巨蛋人数一直突破，身为场地方也有压力。那休兵日即天，准备加开副座会，确认变数，都连中华电信也来测信号，希望决赛日入场民众会当满意观赛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卫生局10月1号海产大餐厅卖场甲超市抽检30件海产，其中无符合规定的1件是台北六福万怡酒店，这巴基斯坦来冷冻3点啊，有检出重金属。卫生局已经要求因爱落价。餐厅表示讲，即马已经无伫咧用这款的3点啊。秋冬季节正适合食毛虾甲金马，不过伫食好料时阵爱注意。台北市卫生局10月起水产店、餐厅、卖场甲超市等所在抽验30件水产品，发现六福万怡1件冷冻3点虾验出重金属铬。这位巴基斯坦的冷冻3点虾是由台北乐鑫国际公司经营。是透过中盘商铺货出去，已经要求同批的产品进行下架，也要求厂商要做限期的改正。那期间我们会再做复抽。卫生局讲，水产品内面重金属的来源主要是受污染的水体，水产品拢可能含有微量的重金属，包括盐、铬甲甲子汞。要求业者甲无符合规定的产品下架，袂使搁卖，限期改善，立管复查。如果我们的食物当中被铬污染的话，大概有6% 会被人体吸收，然后可长久的话，我们就担心说
个，其实它在人体会累积的，而且它那个在人体半衰期很长，高达20-30年以上，它会导致肾功能的异常。其实，在今年的10加11个食药署边境查验就捌查出，2批巴基斯坦进口的冷冻3点系重金属铬拢超过标准。消署清查自112年1月1日起到11月30日止，从巴基斯坦输入的同号列系列产品共报验24批，净重约200公吨。地主办理酒店也提供进口系证明，表示进货商品拢是海关已经核准，并且摕到进口的证明。除了全面停用3点系，对这件案件所造成的商业损失，将会对供应商要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根据着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讲这7大工业国内面唯一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意大利已经伫咧初6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要退出计划，不过也是保持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意大利也正做一带一路启动10年来头一个退出的国家。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为2013年就落脚单，已经有154国参加。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大国之外，其他拢是阿非拉美等第三世界的开发中也是高度开发国家。2019年，意大利伫前任孔蒂政府任内加伫加做7大工业国中唯一的一带一路会员。伫改条换代，由更较右派的梅洛尼入主总理府了后，意大利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大大改变。金融时报指出，梅洛尼过去就捌强调，意大利家己一带一路是错误的决定，同时意大利成为北约组织甲欧盟的重要成员。家己一带一路也引起其他欧美国家不满，即摆正式宣布退出，同时符合意大利政府本身政策甲其他盟国的不满。欧洲甲中国一直伫经贸上有密切往来，不过欧盟也对贸易失衡加速扩大高度关切。China is the EU'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but there are clear imbalances and differences that we must address. 除了中国伫俄乌战争的角色甲立场，欧盟也真关切中国产品大量销往欧洲，尤其是太阳能板这类再生能源制品。中国本身内需不足，美国市场也对中国涉限欧洲加做中国价格产品上大的出口。也不过中国对这场峰会想要说是完全另外一件代志。排除各种干扰，加强对话和合作，造福双方人民。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金融时报认为，习近平的目的是将对欧盟和美国伫各种全球议题上立场的差别，扩大分化西方世界的团结，先将欧盟放一边，专心对付美国这个主要敌人。公司新闻记者林平阳。全世界有真侪新闻工作者徛伫咧报道真相前线，咱才有法度了解到各地头人权碰到虾米款的威胁，世界当咧发生虾米款的代志。伫今仔日，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就发布报告指出，包含中国、罗西亚，尚无有26个国家透过绑票抹黑、恐吓亲戚朋友等手段，下国镇压一寡新闻工作者，致使因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23年新闻自由度指数，指出中国是全球上大的记者家业。像讲2020年，中国新冠疫情严重，中国的公民记者顶点透过社群媒体刊出武汉疫情的资讯，都互中国判关4年。这次疫情对人权的极大的迫害，以至于说很多人咬咬牙也要做一个检测来证明自己是健康的。另外，要做过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澳洲的华裔主播车蕊，和中国以违反国安法甲关3年，伫今年10月中出狱。这件代志嘛，互外界指记讲中国是在用人质进行外交协商。但是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布报告指出，包括中国、罗西亚等等尚无26个国家，透过绑票、抹黑、恐吓亲友等等的手段来下国镇压新闻工作者。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这款对新闻自由也是人权的迫害，事实上嘛形成专制国家甲民主国家互相对抗的趋势。保护卫士他有另外一份报告，就是说，某一些国家允许中共。中国政府的那些执法人员可以在海外去执法，那这些其实都会增加不只是记者、人权捍卫者更多的这个风险，就
就是说站在自由民主人权阵营的这些国家政府，你无论如何你就是要去保护这些受威胁的这些新闻记者，然后提供各种支持。大款会指出，自由之家的报告已经是针对全球人权侵害提出警告，伊嘛呼吁台湾政府应该赶紧制定人民法，伫咧民主的阵营爱用积极行动来维护人权。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伫咧这段期间，强制实行各类项侵犯人权政策的秘鲁前总统林森深也已经封关16年了。切拉宪法院呢，以人道理由恢复2017年的特赦令，互伊当去处理休养。不过，这项裁决也引起受难者家属不满。美洲人权法院也呼吁秘鲁政府呢，就要重新评估这项判决。85岁秘鲁前总统藤森千叶，虽然以健康的理由结束16年监狱的生活，由囝儿被判坐请等去厝的，因有真侪支持者庆祝欢呼。这位第2代日本的秘鲁移民，自1990年开始担任秘鲁总统10年的时间。除了以国际的问题引发争议，也因为执政期间侵犯人权，被判25年有期徒刑。不过，也像真侪民众认为，藤森救了秘鲁的经济，和国家摆脱恐怖主义。Agradecido a Dios porque ya era hora de que esta injusticia que le han puesto a nuestro líder, el ingeniero Alberto Fujimori, es injusta. Gracias a él, nuestro país está de pie con su constitución del 93. 藤森在位的时阵，北强并要将27万的秘鲁产者的妇女卖生囡仔去绑起来，其中大部分拢是袂晓讲西班牙语的原住民。另外，伫1997到1990年之间，政府对抗共产主义组织公民之路时阵，伊下令屠杀25个人。2017年，迄当阵的总统库辛斯基宣布特赦藤森，受难者家属出来抗议，反而几多遍撤销特赦令，一直到12月初又搁宣布恢复。En estricto cumplimiento del mandato del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Supremo Intérprete de la Constitución Política, el Instituto Nacional Penitenciario procedió a ejecutar los extremos del auto de fecha 4 de diciembre de 2023 y disponer su libertad sin condicionamientos. 其实，秘鲁的宪法法院进前已经几多遍下令释放藤森，不过下级法院拢拒绝照做。美洲人权法院也伫初六再一遍希望秘鲁政府莫立即释放藤森，搁开淡薄时间评估法院的裁决。公司新闻牛眼编辑。AI 技术唔但会当应用伫咧轿车医疗工业，即马有香港的研发团队利用 AI 技术，互衫裤的布料会当看手洗着变换色水。未来有机会运用伫咧湿地啊，个福建的器材，也会当减少甲这衫裤拼掉硬身器具的歹习惯。面膜的电视台面顶，模特儿穿着一身躯乌衫，乌衫的正面慢慢改变的光，吸引真侪人注意。因为这个光会改变，毋是家己变化，是利用 AI 人工智慧，用手机伫后台控制变化。We have used a polymeric optical fiber with textile-based yarns, so when you touch it, you can see that the hand feel is just like any ordinary knitted fabric. So it actually is very soft and very tactile. The POFs are actually transmitters of light. So light travels from one point to the other. We actually do a surface treatment so that the light actually also travels through the lateral side of the fabric. 这是香港的研究团队研发的智慧变色布料，用医疗甲汽车产业常常咧用的塑胶光纤，加入迷你镜头加 AI 技术，互布料会当看有人类的手势改变色水。像用大镜头啊比针，布料会转做蓝色，像镜头啊比爱心是变做粉红色。People with dementia, people with learning challenges. So it actually encourages their well-being and gives them a sense of calm and also a very easy way for them to have engagement and direct response. So by having a simple gesture or simple movement, they can see a color change. 因为布料可以当用手机啊、甲遥控器变色。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陈天瑞表示，未来这款布料会应用伫福建器材。另外，变色的技术嘛对服装的艺术发展有帮助，因为布料的色水会当改变，嘛会当减少少年人买物件的时阵拄着介意的衫，得全部色水拢买起来。伫个无介意了后，就甲全部同款的衫拢单调的歹习惯。公司新闻台是东平友。讲到这寒天无够寒，就无这个寒天的感觉咯。
搞到迄寒天，真侪人拢想要去看雪。即东北季风来到维玉山气象站，今早起6点外，就出现零下8.2度的温度。那雪霸国家公园昨夜落入冬了后头就全雪，目前这雪是还未扬。雪管处也呼吁民众讲，经过天光了后，就要穿长鞋。那准无早长鞋民众上好是紧落山。而且对明年1月初2开始到3月底，会实行林园爬山管理，来确保民众安全。对顺山湾的脚步被雪的这些耐落去，毋过也真高。雪霸国家公园伫初6落入冬以来第一阵雪，虽然水汽减弱，毋过有东北季风影响，温度也真低。冰岛的积雪无扬起，毋过雪来烦恼温度回升了后，雪开始扬。山区的淡谷谷，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山友要特别注意家己的安全。雪山主峰及圈谷积雪厚度计有10公分，在此呼吁登山游客应该适时的携带冰斧、登山杖、圆盔及冰爪等相关防护设备，比例确保登山安全。雪管处预告，明年1月初2开始到3月底是雪季服务期，一般申请人数是1至6个人，包含领队，必须爱护落雪穿的装备甲技术自我检查表，特定区域需要登山安全管理评估表备查。冰岛落雪量达到雪超30公分以上，开放特定范围，予雪地训练队伍带营使用。日本登山路线会持续安排雪季指导员。气象署讲，这波东北季风持续到初8，透早辐射冷却影响温度真低，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在清晨，预估北部及宜兰的低温普遍就是13到15度，那中南部及花东的话，普遍低温就是16到18度左右。那因为局部温度的一定都会再更低一些，像是在沿海空旷地区及近山区的平地，这里温度都会来的低个1-2度左右。但是玉山气象站初7早起测到负8.2度的气温，不过水汽减少，山区落雪机会无大。初8拜5日时开始，东北季风会减弱，各地温度渐渐升悬，一直到后礼拜2才有下一波东北季风甲锋面的通过，到时阵北部甲东北部才会阁降温变天。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当咧杜拜举行的联合国第28届气候峰会，包含美国、加拿大等63个国家做伙发起全球冷却行动的承诺。伫咧2050年进前呢，就要减少全球冷气的碳排，尚无是6成。但是环境部也表示，国内已经预告要定出着轻氟碳化物管理办法草案，对明年开始呢，会总量管制冷气的冷媒。因为全球暖化，温度一直升悬，民众对冷气的需求也愈来愈增加。这伫杜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包括美国、加拿大等63个国家响应参加全世界冷却行动承诺，宣示要伫2050年之前减少全世界冷气空调碳排至少6成。政府如果有核准，它可以输入的厂商，它才可以输入。那当然我们会对量做一个管控，那我们就会管制在24000多千公吨这样的二氧化碳当量的一个天花板。113年是先冻结，我们冻结5年之后呢，从118年才会开始削减10%，那预计到134年才会削减到这个80%。环境部有告要定轻氟碳化物管理办法草案，自明年开始总量管制空调冷媒的轻氟碳化物。因若今年的 COP28 有得到要甲120个国家同意的上大共识，是2030年再生能源要增加3倍，能源效率提升并倍。这边也基杜拜环保团队甲学者提出因的看法，再生能源要3倍。然后要能源效率的2倍，谈判的草稿里面要去谈的。从现在各国所提出的承诺来看，每年还差200亿吨的那个减量，全球大概40到43%。伫咧能源转型的议题，有20几个国家倡议，2050年核能要增加3倍讲法，团团也做说明。肯认核能在抑制增温1.5度C 以内里面的关键角色，那它是一个宣言。这个签署国家是只有22个国家，甚至比拥有核能电厂的国家还来得少。环境部长施富成出团参加 COP28 的相关活动，伊讲台湾是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共同参加讨论，因为台湾有绿色科技加相关的实力，也是全世界面对气候变迁威胁，也有供应链重整的重要伙伴。记者综合报道。
咱常常讲老师亲像石磨仔共款，用正面的能量互这学生囡仔。不过老师伊是人共款的，撞着这江湖上的凶凶杀杀。伫咧彰化呢，有一间国中就15名老师联署指控，讲因的校长上任来这2年4个月，会甲因故意刁难，甚至想要甲老师解除聘请，或者老师的压力是变甲真大，才联署要来罢免校长。彰化县教育处表示，讲已经收到陈情啊，也会派人进一步去了解，看这校长敢真正有违反规定。这个老师情绪真激动，流目屎。伊讲家己教册24年，平时也真认真。不过因为班里的囡仔无考调彰化的名校，就叫校长点名无责任以外，佫无缘无故启动校安通报。我说你被投诉校安通报，我说我没有怎么样，为什么我被投诉？为什么叫做管教冲突，还是什么沟通冲突？我没有看到实体，我不敢盖。他就跟我说，有种你就跟某位组长一样，就有架子就离职啊。为少老师讲教学无互人肯定，佮拄着阻碍，有老师也控诉家己兼家长会职务甲教务主任，常常互人要求做职务以外的代志，互伊身心真疲劳。也有学生囡仔伫讲，因为你头毛就去互人议论，甚至袂使去毕业旅行。也有学生囡仔无参加第8节课，都互校长点油做记号。然后说，如果我不参加的话，就要去他的校长室里面辅导，然后就辅导到我下课为止。彰化这间国中的校长，和学校老师控诉这场霸凌以外，佫乱用校安通报来修理特定几个老师，致使学校4个处室2年外已经换12个主任。学校拢总21个老师，都有15个联署要求爱替换校长。校长是讲，一切拢是照程序的办理。都没有针对任何老师去做说明，我们都只是简略的概述，从没有整数异己的行为，从来没有。那投诉的内容我们会保密。那若校长有违反相关规定的话，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处理。彰化县政府教育处是讲，已经有收到学校老师的陈情批，也有联署书，会进一步轰炸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那准你的亲戚朋友有食酒赛车行为，一定爱甲考劝；当你的面一定爱甲检举。讲到咱国内呢是要加重处罚食酒的驾驶，不过真侪人拢是无伫咧惊哦。为了要互即寡发背景的累犯了解家己食酒赛车了后，会造成别人的伤害，即款严重后果。高雄市长就伫咧殡仪馆举办道安讲习，互25个酒驾累犯伫咧灵堂就抓。驾住赛车、骑车搁再犯的民众来到殡仪馆，徛伫受害者牌位头前宣誓。酒后不开车。所来到太平间，了解遗体冷冻甲毁坏状况。2点钟久的教育是高雄市区监理针对驾住赛车再犯专班举行的道安演习课程。让这些他们酒驾再犯班的学员，他们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就是说原来酒驾后续真正的发生的车祸以后，他会受到多严重的一个伤害。高雄市区监理所表示，参与者拢是驾酒赛车的累犯，虽然讲无严重甲爱公布名字，不过也是希望因有警觉，决定布置灵堂，甲受害亡者的名单列伫咧牌位，互驾酒赛车的累犯对书了解后事规个办理过程，希望因莫搁犯，造成其他家庭的悲剧。一个大体到了我们殡仪馆以后，他先要入殓，然后在冰柜室，然后最后到我们的火化的这个过程，我们昨天也都让那些学员实际的去参访。参与者讲，袂搁再驾酒赛车，高雄市区监理所表示，这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所办理的第一场课程。驾酒赛车的人，敢会因为安尼来减少，就要等明年参与人数出来了后，才会当精准比较。记者高雄报道。只咱双脚踏伫涂骹，你我拢是过路人。这个交通部进前宣布，部分违规停车共款爱罚钱，只是暂时无要甲你记点。不过，这也引起民众抗议，讲无所在停好停车。所以交通部是搁再修正政策，互地方政府家己决定，敢要开放顶仔卡，互人停车停奥多摆，只要留1公尺半的空间，互过路人过就会使。这个措施也已经发公文到各地头政府了。顶下车奥多摆停甲满满，甚至是停甲落去。伫即马贵人市政府即个开放特定路段的顶下卡会当停奥多摆，
不过骑奥多麦人讲，有人声真正是无所在通停。卖停是较好看，对，不过伊就要无所在伊就停啊，哪有法度？开放下，你要拼经济吼，你就要有所在通停，拢会使啦，没有两全其美的啦。尤其是我市场的所在，若是歹停车，还有一寡搭伫咧送货，敢若是行路要过就袂啥会当过。交通部伫最近宣布暂缓顶仔卡停车违规记点，不过依然爱罚款。但是考虑到城乡的差距，搁再度修正，授权地方政府家己看所在，看是毋是要开放顶仔卡停车。为了要确保行路人的路权，只要留1公尺半的空间，顶仔卡就当停车。骑楼要放汽车，你要像前面那边有放那个白线格子，对不对？比较整齐。我们发函，大家可以弹性处理哈，尤其一些次要的干道了哈。如果这个可以留下行人的空间，然后也需要诊断一段时间哈，那我们是建议这个部分就是让民众可以去停车。交通部伫最近也发文予各地方政府，提醒伫咧整顿顶仔卡时阵，爱考虑民众停车的需求。伫各地为黄线临时停车位配套措施完成了，会搁再进一步讨论相关的记点制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电动车是愈来愈多电动车的事故，救灾也变作是种新的问题。韩国的这个消防局最近来到高雄考察交流，因对今年新引进的电动车紧急插座加拍火毯等设备感觉真新奇。另外，台湾也有一寡创新的做法，两个国家消防员大家互相交流。要插电，这没有，这是充电。对，充电。绿色的是书包。台湾的消防员向韩国的消防队介绍这几项消防设备，伊拢感觉真新奇。其中就是今年才引进紧急插座甲拍火毯，主要是运用伫电动车事故救援，除了会当甲电动车断电，互消防员救援时较安全，避免爆炸危险。现场的韩国消防人员对上新的电动车救灾设备拢感觉真特别。上新的电动车的一寡设备，包含拍火毯以及迄个紧急的电源的插座，还有阮的底盘的标志，这3项可以知影一下。高雄的新兴消防分队除了展示电动车救灾装备，这个放伫队员名称边的机器是救火机，会当伫半暝时阵利用灯单独甲执勤的人员叫起床，安尼较袂影响到其他的人。另外，阁有这条照明的锁仔，会当伫较暗、烟较济火灾现场指引消防员出口逃生的方向。红色的是向外口的。意思是讲，咱消防人员若是讲要撤退，咱会当照这个红色的光线来往外做逃生。叫起了，咱会当单独把需要出勤的这个动力叫起来就好啊。所以对消防人员是一件足大的帮助。韩国消防人员这摆是专工来台湾做交流，对一寡特殊器材甲创新做法拢真好奇。两边交流甲分享，希望当提升两国的消防救灾知识。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这条天后林家比会当预防诈骗的一检2个新闻吼，也根据着统计呢，今年1月到10月，国内诈骗案件超过3万件，比去年同期是关注3成。国内诈骗案甲这个诈骗金额是一直增加，而且这诈骗的手法也对着时代伫咧进步。刑事局特别伫咧台北科技大楼1楼设一个临时咖啡厅，初7到初9这3天会伫遐免费请民众啉咖啡，而且教民众安怎预防诈骗。这间咖啡厅的菜单是真特别，详细甲看，甲一般无啥共款，号名拢甲诈骗有关系。这就是刑事局推出的防诈骗新措施。刑事局伫咧台北科技大楼1楼设立临时咖啡厅，这3天对拜4到拜6邀请民众做伙来啉咖啡，宣导要安怎预防诈骗。根据统计，今年正月至10月，国内诈骗的案件超过3万件，比去年同时期搁较济。所以希望透过这间特别的咖啡厅，来教民众安怎预防诈骗。同基期比去年成长的案件数跟金额都将近3成。但这个就是我们要用这种方法逼出这个黑数，我们要面对它国际的这个语音来化的这种诈骗，感觉有变少。为什么变少 ？NCC 把这些0到9的国际那伪冒花物进来全部断掉啊，那是以1000万通计数的，那个1000万通没有拦住进入家庭的话，那就糟了。现场嘛有提供 VR 体验，也阁有特定仪通好耍。
用这款趣味的方式，让民众知影常在看到的诈骗形态，嘛希望透过多元宣传，让预防诈骗变做大家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拦阻的目标到目前为止算起来，大概已经拦阻了70亿了。你刚刚你都没去用这个骗到，唔过我跟你讲，当你在赶时间，还是你无注意的时候，一个步骤无唔对，无用到，你就去互骗去啊。刑事局表示，根据统计，诈骗的形态以假投资、网络买物件、改图分期付款上侪。诈骗集团一支嘴好累累，骗人的步数是直直的进展。刑事局提醒大家，若是接到电话收到简讯有记录，一定要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才袂去互变成怪怪去。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伫咧新竹香山，因为地头较偏僻，无设置身心障碍者的服务地点。经过拍拼了后，甲攀远的天主教堂变做香山区头一间服务中心。未来除了会当提供照顾以外，也有课程培训这的身心障碍者，增加因的就业机会。已经爬远2栋外，有60年历史的天主教堂，经过一段时间改造，即马外口除了有会当活动的草坡。内底阁有2间上课用的教室，是新竹香山地区第一间社区型的身心障碍者服务站。关闭了这个一段时间，其实这里就是原本的幼儿园跟教堂的样子，那他们把它重新翻修，也花了不少钱，但是翻修完了以后。就是可以提供给我们身心障碍的一个很好的园地，就让我们服务对象住在这个附近的，或是香山区的，就不用跑那么远哈。可能之前可能要跨区去做服务，在交通上面还有接送上面，或是他们自行往返，便利非常多。服务站除了提供照顾服务以外，佮透过训练课程、参活动体验，来教服务对象安怎制作手工番仔饼以及鸡卵糕。希望来提升因未来就业的机会。现在很多那种小型的工作室，他们也会要做这些比较精致一点的东西，对。然后学起来的话，他们可能就可以去跟着外面大家一起工作。目前香山服务站提供15名的理事照顾服务，以及20名的训练课程学员。持有指出，未来会继续找地点建置。来提供香山地区有需要的民众就近的照顾服务。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真侪民众爱去海边钓鱼，不过目前台南敢若开放将军渔港、安平渔港部分区域会使钓。最近农业局伫咧将军渔港增加便所等设施，主要就是希望改善民众乱钓鱼的情形，也唔通去阻碍着这渔港运作。若准走去禁钓区会恐罚钱哦。不少钓客来到河边，徛伫巴掌角顶悬咧钓鱼。台南将军渔港内底鱼种不止啊多，真兴钓鱼的人真爱来。不过，所有人定无守规矩，会伫渔船出口的航道边咧钓鱼，妨碍到渔民作业。真侪人唔知影，农业局目前敢若开放南平北岸350公尺是合法的钓鱼区。有钓客认为，适当开放互因钓鱼。安尼才有义量。你那边，你过那边海鲜树那边袂使互你钓啊，伊船咧走啊，爱起来个船，爱船咧船来，你去收割啊，就麻烦啦。钓鱼的人足多啦，系啊，你一世纪甲禁止，变成人会百姓会反感。目前台南到单，敢若将军甲安平渔港有开放钓鱼区域，为了要互钓客有更加舒适的钓鱼环境，市府伫将军渔港新增加便所、监视器等公共设施，停车场的路边嘛铺好势啊，因毋望提供友善的钓鱼环境，改善乌白钓鱼的乱象。这个垂钓机会当讲设施家用好势了后，咱的民众。爱钓鱼啊，拢来遮，咱整个港区的这个乱象咱就会当来个做一个改善安尼。农业局表示，后续会继续盘点甲评估，若有适合的所在，未来会陆续开放。嘛提醒大家一定要伫开放的区域钓鱼，若去禁止区会违法渔港法罚3万到15万的罚款。记者伫新竹台南采访报道。人讲九月乌较赢食猪脚裤，这家己布地经产国小为着要互囡仔认捌在地特产，请饲乌鱼的业者来了解这乌鱼甲乌鱼子，看这乌鱼安怎对鱼温到饭桌体验到在地食农教育。
囡仔甲册好的乌鱼来温稳，准备等一个要摕来煎。家己县布袋景山国小举办食鱼的食农教育课程，毋但教囡仔认捌鱼仔，嘛教因安怎来食鱼。老师甲我教讲要安料理，然后还有乌鱼这个部分会使食。从这节课之后啊，我就理解到了乌鱼不仅有乌鱼卵，公的乌鱼还有乌鱼标。这样的一个走进校园，让来做一个食鱼教育，让他们也知道原来乌鱼肉，他们现在吃了，他们觉得原来乌鱼肉是这么的好吃。小解乌鱼甲沙鱼的知识，还有乌鱼子制造的过程，课程透过耍的方式，教囡仔来认捌家己县沿海的特产。安尼会当互囡仔，佮除了课本的知识之外，会当佮透过体验会当了解咱台湾这么好的产业。囡仔对细汉开始，你若互伊会使入捌鱼啊，会使来食鱼啊，对咱国产鱼啊来讲是有帮助的。所以咱这个食鱼教育啊，食鱼啊这个教育啊，咱对这个好开始。上课的老师表示，过去大家拢知影乌鱼的乌鱼子真好食，较无咧注意乌鱼壳迄部分。希望透过这个课程推广，互囡仔除了认捌在地产业，嘛会晓来珍惜食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北京过美丽岛事件的总统府主席姚嘉文今日发表伊的新册《第一法庭》，描写威权时期蒋介石政权打压台湾民主运动历史。发表会现场美丽岛事件的受难者，也就是监察院长陈菊，也来到现场支持。陈菊是希望台湾人会当透过这本册来了解到民主自由的珍贵。经典的黑白相片是美丽岛事件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7个被告当中的其中一人，总统府主席姚嘉文，现主是以这张相片做封面，写出《第一法庭》这本册，记录蒋政权和联合国取消中国代表权了后，打压台湾民主运动、压制台独运动的迄段历史。这本书在写的是蒋政权的最后挣扎。其实大家都很怕蒋总，其实蒋总很怕我们，因为蒋总他可以判断说，台湾的民主运动起来了。海内外的台独运动起来的，他要怎么阻挡？就设这个叫第一法庭。第一法庭是警总军法处审判法庭，1977年建立伫警美军事看守所。1980年代美丽岛事件审判就伫遮举行。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也是监察院长陈菊，是迄时的被告之一。伊对第一法庭这本册感受是真深。我看内底足侪事件，我拢有参与。即摆有参与过即个过程，佫会当讲话发声，事实上也无真侪人。桥仔头事件、美丽岛事件等等，我看到第一法庭，我实在是感触真深。这拢是台湾人追求自由民主这个过程内底，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记录。现主时，警美军事看守所变做国家人权博物馆，第一法庭也变做是反省历史的所在。有真侪即个民众讲台湾的自由民主真正是无简单吼，较早伊拢唔知影即个过去。威权时期的建筑，现主时转型做历史教育的场所。但局也讲，这段历史爱世代流传，互后辈了解民主自由的珍贵。姚嘉文为了这本册，参国史馆历史教授李福正等等人士收集各款历史资料，就是帮用专业的观点，互大家了解。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新北报道。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这届选的是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加做时代杂志800年以来头一位高一人红选入去风云人物的名单。泰勒斯今年举办演唱会，大家三钱要去。时代杂志的评论也指出讲，无人亲像伊会当互遐尼侪人感动。To go on a little adventure together, and that adventure is going to span 17 years of music. 将伫咧办全球巡回演唱会，美国有名的流行天后泰勒斯，会当讲是今年上请兄的人物。伊演唱会门票，毋但是一开始买就抢了了，顺势所杀出来巡回演唱会电影，同款也创票房的纪录。2个讲起来，总共有20亿美金的收益。根据 Spotify 的统计，伊的歌以261亿次
第6今年全世界串流收听次数上最冠军。时代杂志讲，泰勒斯的成就毋那是用数字来看尔，因为伊创作的音乐内面的梦想甲感受，感动真侪人的心。泰勒斯是时代杂志96年来第一位单独迄选真侪年度人物的演艺明星，拍败这边日本的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OpenAI 共同创办人阿特曼、电影芭比，加参加办角的好莱坞演员加编剧等8组人。另外，大家也真关心伊的感情。年最伊团讲加交往6年的英国演员乔欧文切，这嘛是加美食家球明星，这位是卡尔西伫咧行。What is the latest status? Oh, we spice it up. The latest status is I got to see her last week. That's the latest status right there. I'm going to keep my personal relationship personal. 事业、爱情两边拢好的泰勒斯，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会一直办到明年12月。最近团讲有可能临时安排台湾场，虽然消息也无被证实，不过歌迷拢伫咧期待。公司新闻曾回面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6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5度到2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